北加州台灣青少年兒童文化夏令營喺今日開始，一連3日啦，啲小朋友咧將會有機會接觸到中華傳統文化。張麗月報道。北加州台灣青少年兒童文化夏令營課程豐富，每年都吸引好多家長帶埋細路報名參加。因為想讓他們接觸一些中文的東西，因為我小孩沒有上那個中文學校，譬如說他們有扯鈴啊，還有國畫，這些東西是我們一般是沒有在接觸的，比較少。小朋友好快就進入狀態，書畫課學嘅係畫大熊貓。什麼是寫毛筆？你知道嗎？就是用黑色的 ink 去寫東西，寫在 paper 上面的東西。這個手一定要這樣拿，你知道，這個很 flexible 哈，你的手可以轉哈。What is that? 這個 rock， 它躺在 rock 上面哈，曬太陽，是不是 ？You think it looks like a panda? No. Do you think this is difficult to learn? Yeah. 講到難，扯鈴嘅難度應該更高，不過小朋友好快上手。僑委會特地請嚟台灣雜技個人女子冠軍陳之吟擔任老師。台灣來講，現在是一個運動，而且其實算很熱門，像尤其是台北市幾乎每個學校都在推廣這個民俗技藝。對，那而且現在甚至連台灣也舉辦很多的那個比賽。台灣青少年兒童文化夏令營特別注重多元文化熏陶，課程中仲會教國語、台語同埋客家話。是讓他覺得說母語還是很可愛的，很容易學習的。這種推廣啊，海外中華文化扎根的工作啊，我們是非常樂意來做。僑委會今年喺灣區贊助舉辦咗11個夏令營，有2000幾人報名參加。26台記者張麗月報道。